皆さん、やっほー！我是日心Kokoroです。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日心讲故事的单元。在这个单元内底，日心会分享故事给你听。日心今仔日要讲的是希腊神话内底的故事哦。这个故事是国王的长兄仔。唔知影各位迷线敢有听过这个故事？这个故事是为希腊神话来的，经过日心的解释，希望大家会当享受这个故事。恁讲准备好要来听故事啊？日心已经准备好要来讲故事了。古早以前，有一个国王。伊有一对生女仔共款的长兄仔，毋过因为兄仔生了甲别人拢无共款，国王就足惊人知。平常时国王会伫帽仔内暗藏伊的兄仔，连伊困的时阵拢会甲帽仔伫咧。毋过，敢若做一件代志的时阵，无法度伫帽仔。就是剃头毛的时阵，迄天风叶来提醒国王讲：“国王啊，你的头毛伤长啊！今仔日下昼我有请剃头师来哦。”国王足毋甘愿，毋过为着维持国王的仪容，伊嘛是答应讲好。逐摆若是国王爱夹头毛的时阵，所有的人拢会互国王赶出去，干那留剃头师落来。一到下昼注文的时间，剃头师就入来皇宫内底。伊看到国王的长兄仔就笑出来，国王就生气啊！国王讲：“若是你甲我有长兄仔的代志讲出去，我就甲你关起来。”剃头师足惊。就甲国王应讲：“我知影啦，袂啦，我答应你，绝对袂讲出去。”等头毛夹好，剃头师要离开皇宫进前，国王佮讲一摆：“若是你敢讲出去，我就甲你关起来。”剃头师听了，赶紧点头保证伊绝对袂讲出去。剃头师转去到厝，天已经暗啊。伊咧陪因囝困的时阵，拢会讲困前故事互因囝听。一天，因囝甲平常时共款，甲伊问讲：“阿爸，今仔日敢有拄着啥物趣味的代志？”一个囡仔上介意听因阿爸做工课的时阵发生的代志。剃头师讲：“我今仔日去皇宫内底，甲国王剃头哦。国王啊，伊的兄仔……讲到一半，剃头师雄雄想到，伊甲国王答应讲袂当讲出去。无啦，无啥。阿爸大大咧，你紧困。一个囡仔感觉阿爸足奇怪，毋过因为伊足爱困，就安尼困去啊。剃头师一个人愈想愈感觉艰苦，有一个秘密伫心肝头的感觉，互伊袂食袂困。连工课都无法度做，因为剃头师是上介意甲人开讲的人啊。逐摆日心去夹头毛的时阵，设计师因拢会当为太空讲甲主强，袂当安心讲话，实在是足碍叫。过2、3天，即天天气小可乌阴。剃头师决定要出门行咧，伊行到一个四颗连灯拢无人的所在，伫涂骹挖一个坑，
胃内底话讲，讲的耳仔是像驴仔同款长长的耳仔。伊话了，佮甲迄个空用土吞灭。剃头师感觉家己甲话讲出来，心情就放轻松啊。迄片空地过无偌久，就生足侪芦苇出来。啊，毋过奇怪的代志发生啊！若是有风吹过一片芦苇，就会有一个细细声讲：“讲的耳仔是驴仔的耳仔，讲的耳仔是长长的耳仔。”啊，这声好啊！过无偌久，城内的人拢知影，讲的耳仔是长长的耳仔。讲知影了后，足生气，就甲剃头师压入来皇宫内底，叫人甲剃头师关起来。剃头师互关入去进前，看到国王，就甲国王讲：“国王大人啊，冤枉哦！我真正无和别人讲啦。”毋过国王毋相信，大人啊，派人去调查。到底是啥物人咧讲这件代志？过2-3天，国王的下骹手人就发现是芦苇咧讲：“讲的耳仔是驴仔的耳仔，讲的耳仔是长长的耳仔。”国王感觉足奇怪，就叫下骹手人带伊去看遐个芦苇。风一吹，芦苇就发出这个声。是驴仔的耳，讲的耳是长长的耳。国王感觉足煞面子，因为伊的耳甲别人拢无共。当咧想讲要走去倒位眯起来，这个时阵有一阵人的脚步声从远远的所在走过来。一个囡仔声对国王讲：“无论国王的耳是啥物款的耳拢无要紧。”因为甲人无共款嘛，无要紧。原来，这个囡仔就是剃头师的囝。伊知影伊阿爸互掠去关，就想办法要去救因阿爸。国王听了，感觉足感动，就甲帽仔摕落来，甲大家讲：“这就是我的耳仔，我无和大家讲，是足惊风笑。”这个时阵，有足侪人嘛甲家己的帽仔摕落来。原来有足侪人嘛甲伊共款，拢是长长的耳仔。讲这个时阵放轻松啊，就笑出来，讲：“啊，原来毋是干那我有长耳仔。”这个故事就讲到这。日心头一摆听到这个故事的时阵，感觉会当体会国王烦恼的心情。这个世界上有足侪人会用因的标准甲你记记嘟嘟，这个代志无一定是外表，嘛有可能是因为因感觉你的成绩无介好，也是现在毋是世界上定义的标准才个代志。日心想要甲你讲。请你爱相信，你是足好诶，嘛一定是有活伫这个世界上的价值，甲别人无共款嘛无要紧，因为你拢是日心重要的心肝啊！敢有介意日心讲故事？若是想要听搁较侪，会当订阅日心的 YouTube 频道，追踪 Twitter 甲 Instagram。咱后回搁再相会，じゃあおやすみなさい，拜拜。